到底係邊個款待你去日本，邊個款待你去泰國，邊個款待你去澳門，可唔可以講晒出嚟？然後講多一樣嘢，就係到底當佢哋啲公務上到行政會議嗰陣時候，你去考慮公務嘅時候，你有冇申報？不過好明顯，頭先你講數碼廣播你冇申報，你講西隧嗰陣時你話唔使申報。議員請你盡量。頭先我嘅問題好清楚，我好希望特首交代晒所有同佢有關嘅朋友，同埋嗰啲所有有關呢啲朋友嘅公務裏邊有冇申報，等市民做個判斷下。請行政長官回答。有關於避嫌嘅問題，頭先我解釋過，我一向認為係對得住良心，跟住本子辦事嘅規矩，係唔受到大眾嘅接納，呢個我係承認嘅，亦都我責成自己以後呢啲方面更加要特別小心，特別要規管自己，但係迴避呢啲不需要嘅環境，使到人發生懷疑。但係每一次呢啲邀請嘅主人同我本身，我一定要諗過佢做嘅生意，佢做嘅嘢有冇同我而家現時工作嘅項目裏邊有任何發生利益衝突？在呢種嘅情況之下，先至接受咗佢哋嘅邀請。我今次向各位議員係報告今次整件事幹，我所有嘅資料而家真係好坦誠咁，每一件事幹又細細希望巨細無遺咁講晒俾各位聽。但係咧，有啲有啲係涉及到個別人士嘅個人資料，我哋的確難以完全可以向各位嚟解釋嘅。但係頭先你都見得到咧，有關於主要嘅人物，頭先同事都問過，議員都問過張松橋先生，亦都講佢話咧，佢係坐飛機請我去嘅。報道只為我哋媒體裏邊係好清楚，亦都報道好多次。對於你話去坐去坐呢個去布吉，又係坐佢嘅船嘅，唔係坐佢嘅飛機嘅。坐船方面嘅安排，政府咧就係個程序而家係咁樣嘅。關於旅程方面咧，係有一種特別嘅規管，好似頭先我所講咧，政府人員個個要批准。而家我自己接受呢一啲嘅款待嘅話，坐飛機嘅話或者坐船嘅話咧，就要有咧就係唔好任何慳咗任何旅費價錢一定要付出嘅。但係住宿方面咧，如果係仲喺商業機構嘅住咧，譬如酒店嘅咧，我哋喺做款待中一定要自己付出。但係咧，就喺非商業嘅住宿方面，譬如咧住喺朋友屋企，我隻船係唔需要係申報係批准嘅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任何嘅餐宴飲食嘅話咧，呢個亦都係唔需要申請同埋唔需要批准嘅，分開三重嚟處理嘅。呢一個政治委任嘅官員係跟住呢一種方法嚟做，而我自己雖然呢啲規則係對我冇規管，但係我都跟住同一樣嘅精神而辦事。所以我希望你清楚明白到咧，我係盡量係根據而家現時規矩嚟做事。頭先你講日本嘅旅程，我係自己同埋朋友夾錢去租隻飛機去特別去做幾個嘅城市去做，喺城市唔係咁容易坐方便，坐飛機去坐住。而嗰次係完全係付出價錢嘅，冇話因為人邀請你去做嘅，所以同嗰次利益係完全冇產生任何關係嘅。去泰國的確係，去布吉島嗰次咧係有坐個朋友嘅飛機去嘅，但係呢個朋友我講過你聽咧就係、我的確我自己公務同佢嘅生意係完全冇利益衝突。